大家好，我是大树大台文系曾嘉颖，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会当甲大家人来分享我伫咧3月底出版的一个系列作品。这个系列作品足澎湃的，伊结合着台语、公民意识，伫咧放假、绘本、手语影片，也搁有伫咧有声册内底。我望就这个作品会当互咱台湾社会行向一个更较好的未来。嘛望这个要互咱台湾囡仔的礼物，会互咱台湾囡仔知影公民意识的重要，也搁有母语是啥物？母语甲咱的距离应该是足亲密的。今仔日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家己更好，社会更好，献互每一个台湾囡仔的台语儿童公民绘本甲儿童话系列。这个系列作品内底有3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唱家己的歌，第二个故事是找自由的台湾乌熊，也搁有第3个故事是足好的厝。这3个故事分别讲的故事，第一个是要讲爱走找，还是去找到家己。第二个找自由的台湾乌熊所讲的是爱咱去找到什么是自由，还是讲找自由的过程。第3个故事足好的厝，要甲咱大家所讲的是爱去找找公义。什么是公义？也搁有公义爱安怎去找到的故事。这3个故事呢，其实是要用咱囡仔会当识别的这种语言，互因去理解一寡咱讲，有当时互因感觉足复杂的一寡概念，包括着什么是主体性，什么是自由民主。也搁有啥物是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也是讲社会公义。大家会使看到的这实体书，这个套书伫遮，所以讲这个系列作品除了有实体，咱讲这个绘本以外，嘛有我拄仔所讲的这个动画，也搁有手语影片，嘛有这个咱讲有声册。遮嘛有看到，咱也是这个套书内底嘛有附，咱有看到这个咱讲光批，也是讲明信片伫内底。这明信片光批，伊其实是咱选着咱每一本故事，也是每一本绘本内底，我感觉上重要的一幅图，放伫遮。嘛希望咱所有朋友会介意。唱家己的歌的这个故事内底是讲到这个七鸟妈妈伊有一天开始孵这个伫咧伊的这个树内底雪熊熊加一粒卵这粒卵就是豆仔鸟妈妈甲伊的 baby 生伫咧这个七鸟妈妈的树内底了后呢这鸟仔 baby 的卵拢大汉，因为七鸟妈妈就好心型伊就甲所有的卵拢孵开有一天伊就拢孵互大汉啦，毋是孵开呢。了伊就有一天伊出去掠汤食的时阵因拢已经慢慢大汉啦。豆仔鸟 baby 煞开始强迫这个七鸟 baby 爱甲伊唱共款的歌不久不久爱嫌讲七鸟 baby 唱的歌无好听，生了较细只，还是生了遮细只，拢甲伊无共款就开始强迫伊爱甲伊唱共款的歌。七鸟 baby 互因爬到安尼妈妈好，这个时阵豆仔鸟妈妈七鸟妈妈就转来七鸟妈妈转来了，就甲伊讲，咱拢是一家人，每一种歌声拢足好听的。嘛甲七鸟 baby 也搁有豆仔鸟 baby 讲，咱爱家己的语言，爱家己的歌，嘛爱家己。这个故事虽然讲是一个足和谐的结局但是伊的心情是一个足悲哀的，对咱这个国语政策的一寡思考。我感觉咱就是七鸟 baby 的囝，也搁有孙即马咱台湾人已经足侪人袂晓讲家己的语言七鸟 baby 的囝、七鸟 baby 的孙，拢已经袂晓唱七鸟 baby 的歌，佮有当时反倒转来。我唱七鸟 baby 因唱的因的这个家己的歌无好听以外，这个七鸟 baby 伊开始咧学不久不久豆仔鸟的歌声的时阵，佮互伊家己的囝孙笑讲你的不久不久唱了无标准，这就是要引用咱的这个国语政策，也佮有咱甲咱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母语的距离，这是唱家己的歌。第
第二个故事，最自由的台湾乌熊所讲的，其实就是一只自由自在，伫个树林内底，甲爸爸妈妈生活，足自由的一只台湾乌熊，伊叫做阿欣欣。但是阿欣欣甲爸爸妈妈走四散，去互送去动物园内底，伫个动物园内底，佮熟悉到另外一只台湾乌熊，乌的。乌的自细汉到大汉，拢伫个动物园内底生活，所以伊毋知影外口的世界。嘛毋知影自由的滋味，因为阿欣欣的关系，伊才开始知影啥物是自由，外口的空气，是啥物款的滋味。也阁有嘛，因为阿欣欣的关系，才知影讲原来伫个外口虽然讲无人会照三顿带物件互你食，虽然伫个外口爱家己摕食的，即个生活会较辛苦但是呢，伫个即个过程当中，你就会使会去享受到你家己自由的意志所所带互你的即个咱讲生活的快乐，甲生活的水，也阁有自由的意志，互咱家己要决定咱要安怎行的迄种自信。所以呢，因两个人呢，就约好就开始相带走为即个动物园内底走脱出来。到底即个故事上尾爱安怎呢？嘛欢迎咱的即个所有好朋友咱斗阵来关心。好，第三个故事，石虎的厝，由原嘛是即个咱讲即个厝去互人拆掉即个石虎本来甲因规家伙生活足好诶伫个遮我有做一寡改编啦因为其实石虎即个动物伊诶即个生是甲妈妈斗阵生活，就是讲。通常拢是石虎妈妈带伊诶石虎 baby 咧生活石虎爸爸通常无伫个因即个家庭诶生活诶即个图内底但是因为要互小朋友看所以讲我伫个即个过程当中，我甲做一寡改变即个石虎呢，伊即个细只石虎，伊诶名叫做阿蕉，甲伊诶爸爸妈妈嘛是共款走四散，因为人类破坏因本来要徛起诶即个好所在甲树拢错了了，所以因就找无。爸爸妈妈就开始流浪流浪即个主题嘛是咱台湾人不哩介意的一个主题伫个咱1950年到1980年即个左右有1000部的即个台语电影黑白片这电影内底有一个咱台湾人最爱拍的主题就是流浪的孤儿我想讲这是毋是甲咱台湾的即个为过去到即马拢无确定的即个国际地位也阁有无法度决定家己的未来即种心内底的即种比较有关系无论讲是为日本招来一寡故事，也是讲为 Hollywood 招来一寡故事咱台湾的即个黑白片台语电影通常拢会佮伊插一个角色内底有即个孤儿要去找爸爸妈妈共款咱伫个石虎厝内底嘛是有即个咱讲共款的即个设计伫个内底石虎呢，即个阿蕉伊就开始流浪，结果伊就不哩好运去拄着一只乌色猫咪即只猫咪伊的名叫做阿咪。阿咪呢，甲即个阿蕉因两个人变做是好朋友但这嘛是我有做一寡改变因为伫个即个咱的即个台湾生态内底其实即个石虎甲咱讲外口的即个猫咪其实因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诚做好朋友的即个可能性，毋是讲无，但是是较低。咱为着要互咱囡仔看咱就做即个囡仔故事的一寡改编。所以两个人呢，就开始即个阿咪就带伊转去伊的即个猫咪的即个家族内底生活，互即个阿蕉逐工嘛过得不哩欢喜伫个即个过程当中因为一天咧耍必须出的时阵，才发现着阿蕉伊本来咧生活即个树林，再去互人起做一个另外一个所在伊感觉足轻松的即个足轻松的所在阁有即个人工的即个石炉即个石炉呢，其实对伊来讲这是啥物物件？这是我原本的厝安尼变做即个人工一个我看无的即种物件伊感觉心内底足艰苦的但是阿咪即个时阵就甲伊安慰就甲讲既然咱人类毋知影安尼做是毋对的，对咱是无好的，你是毋是就应该咱来斗阵发动？
咱应该去争取咱有诶物件，所以了后吼，即个就好，吼，伊就甲伊诶好朋友猫咪也甲好朋友斗阵去围即个人工诶即个上好诶厝哦，甲即个工地拢围起来。吼，其实吼，咱伫诶即个生态，也是讲即个新闻内底，定定嘛会看到动物吼，因去包围啥物款诶即个人诶啥物所在，其实是有发生诶。共款咱伫诶即个新闻内底，嘛有定定看到吼，伫诶即个最主要台湾乌云内底，即个动物吼，为即个动物园内底走脱诶即个新闻嘛是定定有发生诶。即马我要借即个机会，甲咱所有朋友斗阵来分享即个迄个作品诶小解影片。伫个影片内底，咱会看到即个绘本本身，也阁有即个漫画，嘛有即个手句影片版本诶介绍，还有写册部分。在我小等若是有时间，嘛会甲逐个人来做分享。伫个 YouTube 诶 channel 吼，若是拍字关键字拍台语讲字，就会当找着啊哦。唱家己的歌，找自由的台湾乌行，上好的厝。嘿，你是一只流浪的鸟比蜂，我嘛是一只鸟比呢，咱做朋友好无？我是伫咧流浪无毋对，毋过我这毋是鸟咧，我是石虎呢。你看起来就是呢，无要紧啦，无你甲我做阵来阮兜啊，遐有足侪鸟咪，是一个大家族啊哦。我就想阮爸爸妈妈呢。我知啦，因为你是为山顶遐来的，本来就甲爸爸妈妈生活，所以你会想因，对无？布谷布谷啊！我唱歌足好听的呢。你这种歌声无好听啦！你生甲遐尼啊细只，嘛甲我无共。恁拢爱学我安尼唱，毋则着。毋过阮本地唱歌就是安尼唱啊。我毋管，我的歌声遮有好听，恁应该拢爱学我安尼唱。阮袂晓唱呢。袂使，对即马开始，恁一定爱甲我唱同款的歌。恁本来就有家己的话，甲家己的歌，拢介好听，袂当强逼别人一定爱唱同款的歌。因暗我就要来走啊！你想要甲我斗阵去无？好，我决定啊！我要去迄个感觉足好的世界，我想要缀你去你的厝哪。咱敢若知影人类破坏恁徛起的好所在，是为着要去一个人工的上好的厝，咱就爱互因知影，因安尼做毋对。阿咪，你讲了足有道理，咱应该团结起来，甲人类表达咱的诉求。作为一个母妈妈吼，我感觉吼上重要诶，其实就是吼，这是我要送互囡仔诶礼物吼，我家己诶囡仔诶礼物，也阁有我要送互咱台湾囡仔诶礼物咯。我伫个因足细汉诶时阵，应该是讲伊抑阁伫个我腹肚内底诶时阵吼，我就开始吼要决心吼，甲我家己甲我诶母语吼，就是台语之间诶即个亲密诶距离，慢慢阁找转来。我就开始吼，甲我腹肚吼开始讲台语哦。伫个即个过程当中吼，我嘛偷偷啊吼，搁再一次吼去找着我家己是啥物人。
我感觉讲吼，咱甲咱家己吼母语的即个感情也是情感的即个距离吼，就决定着咱家己的囡仔伫个无共款世界靠背的即个悬度。啊，咱甲咱的公民意识的社会距离，嘛决定着咱囡仔甲伊家己吼眼群，也阁有伊甚至是伊甲世界即个亲密的程度。所以我感觉讲吼，若是讲吼，即个公民意识应该放伫个绘本内底吼。咱台湾即嘛开始有一寡公民意识，一寡画册吼，啊国外嘛真侪，所以有一寡是翻译国外即个公民的画册吼，啊嘛开始有一寡吼，以即个白色恐怖吼，做主题吼，改编的一寡画册吼。但是我感觉讲，咱敢会当进一步吼，搁甲母语放转来吼，啊甲母语放伫个咱的即个公民意识的即个主题内底吼，安尼是毋是？虽然讲淡薄仔贪心吼，但是我感觉吼，即个转型正义吼，无论讲是咱的即个社会转型正义，也是讲咱即个语言的转型正义，也是讲即个文化的即个部分，吼，拢应该吼，咱个爱较骹步爱个踏较紧的吼。啊，遮个故事呢，吼，这三个故事吼，其实是吼，我拄好甲逐个人所分享的吼。伫个我开始有心了，我决心要做一个母语妈妈吼，这嘛是受着我的同事柯慧茹教授伊的一寡吼，就是伊的影响吼。伊就甲我讲啊，你莫感觉讲吼，你的台语吼，抑阁无遐尼好，你家己感觉讲歹势，你就甲你的 baby 吼，伊定阁伫个你的巴肚内底，你就甲伊讲台语。啊，讲毋对忘记，你就插你点，吼啊，豆豆啊，一点仔甲台语扣转来，即个 channel 固定落来了后，我做母语妈妈吼，即个过程当中吼，其实是就舒适的吼，啊嘛是即个过程当中吼，嘛是一点仔吼，我甲因斗阵吼，甲即个语言的学习吼，母语的学习吼，佮建立起来。好啊，即个过程当中吼，因为吼，其实这三个故事的关系吼，是即个咱讲吼1001年的即个咱伫个即个床边的故事。吼，啥物是1001年的即个床边故事咧？吼，其实是吼，因逐工吼，要困之前，我就甲爸爸吼，阮会想一寡故事，甲因对话。吼，即个对话过程当中吼，阮就开始吼发展吼，这三个故事的关系，就是讲这1001个即个故事内底，吼，阮找出三个故事，阮感觉最想要吼，上想要甲咱的朋友做分享的。咱甲咱母语的距离吼，到底是啥物吼？有一寡故事我嘛想要甲咱的好朋友分享的哦。因我是双生仔的即个妈妈吼，因两个人是共两个即个双生仔 identical twins， 是咱足像的吼。因去读幼稚园了吼，去读即个小班的时阵吼，有一工转来，甲我讲妈妈。咱班上是毋是敢若咱两个台湾人？无是安怎？为虾米敢若阮两个人吼是讲即个台湾话吼？即个太下问题吼，互我想足久诶吼，嘛是吼再一次互我感受着吼，咱即马吼少年世代吼，抑阁有上更加要紧诶是咱诶囡仔世代吼，即马吼。足侪小朋友其实吼，伊若是袂晓讲家己诶语言，无论讲是客语、族语，抑是台语哦，因连即个语言诶本身，叫做台语甲客语，可能拢毋知影诶。伊抑阁有一个因诶朋友吼，伫个因两个人咧用台语对话诶时阵，问我讲，顶下是妈妈，因两个人敢是咧讲华语？所以咱吼真正是吼，即马就爱开始伫咱诶日常内底开始去做。无论讲你本来就是台语专家，也是讲你对台语本来有兴趣，但是你讲了无讲真好，还是讲你自细汉到大汉无即个机会伫学院内底去受到即个有系统性诶教育吼。即使你即马无法度讲台语吼，拢无要紧吼，你就是即马吼一点仔，咱吼。就是下决心吼，甲你诶囡仔来讲台语，甲家己来讲台语哦吼。除了这以外呢，因为阮买了吼，甲即个所有诶即个台语诶绘本，抑我阁有市面上诶所有诶即个音乐诶即个 CD 等等诶吼，拢甲伊买了就发现着
即马要搁读啥物呢？吼，就是这嘛是反映着吼，咱的即个母语的教材，也是讲母语的绘本，也是讲会当斗阵算的即个母语的即个咱讲 game 伤少吼，所以讲吼嘛是投入去做即个绘本来出版的另外一个原因以外，上重要的是嘛是既然吼咱拢甲这所有的即个台语的相关的即个资料拢已经读完啦，无咱就家己来做安尼吼。抑搁有吼，大家人可能嘛知影，我的背景是社会学吼，我伫个台师大台湾系咧教即个咱讲即个科目吼内底吼，可能拢是社会学吼理论，抑搁有即个文化研究吼等等诶。所以讲，我感觉吼，即个公民意识其实就是社会学即个学问哦，伊长期以来吼上关心诶。吼即个公民意识的即个 ABC 吼，阮拢会教吼，即个内容吼，无论讲一寡概念啊，啥物是资本主义，吼，啥物是战争，吼，抑搁有啥物是国家认同等等诶，吼，听起来就复杂诶。伫咧大学诶即个课程内底，才会教诶物件，阮拢会甲伊放伫即个1000块一年诶即个成品故事内底。吼譬如讲，阮嘛会教即马现主时，就已经有诶咱台湾足赞诶一寡公民诶绘本哦，为国外进来进口入来，譬如讲战争来迄工，去一工还是迄工吼。其实吼，咱囡仔诶即个吸收诶能力足好诶。咱毋通想讲，战争即个议题对因来讲敢会伤沉重吼。其实囡仔吼，因拢会甲你做对话，有当时因讲出来话，为因诶观点吼，所去看到同一个事件吼，伊会互咱大人有无共款诶一寡感受，嘛会刺激着咱大人，互咱有无共款诶观点哦。吼除了即个国外足侪即种甲公民吼，也是讲甲即个社会学有关系一寡绘本以外呢，咱国内有亲像爱唱歌诶，即个戏仔囝吼，也是讲，因为我就直接写伊诶华语，伊是华语诶出版吼，这是罗里亚剧团诶即个因诶团长吼，吴怡珍吼，伊所写嘛是我诶好朋友吼，即本册吼真正有好看吼，伊阁有出第2本吼，拢是足好看诶，一个咱讲以即个白色恐怖前辈吼，因做原型吼，所改编的故事嘛，推荐互大家吼。伫个即个过程当中，我嘛会甲即个即个绘本吼，放伫个即个1000块一面的故事内底。吼抑阁有吼，我家己的一寡社会学的学术关怀，包括我拄仔所讲的主体性啊、认同、自由民主、环境的保护，也是咱讲吼，即个基础的即个正义吼，拢会讲到吼，基础正义拢会讲到。抑阁有当讲吼，发生着一寡国际也是国内的新闻哦，譬如讲拄仔所讲到即个动物园内底有动物走脱吼，也是讲吼，前一阵仔的即个国际新闻吼，就是讲即个甲即个水路砸掉的即个大船吼，因为伊的即个挂即个牌啊，是即个咱台湾的即个 Evergreen 吼，即个牌啊安尼吼，所以讲我嘛会甲即个当讲发生着一寡国际也是国内新闻，放伫个咱的1000块一面的即个成品故事内底这3个故事吼，其实就是这1000块一面的即个 database 的资料库所建出来的故事。抑阁有一寡 Discovery 的即个 channel 内底吼，咱所讲到一寡生态纪录片哦，包括着即个水牛甲狮吼，因两个人相战，无一定是水牛的输哦，有当时狮嘛，有当时有可能会输去吼，所以讲嘛用即个 Discovery 的一寡咱讲动物因的生态的一寡故事吼来做咱的即个故事的原型，所以讲。各位朋友，你会看到吼，咱3个故事内底吼，拢有结合着咱的即个咱讲动物吼，因的天性吼，来去做即个故事的即个发展的一寡发挥。抑阁有吼，我感觉上重要的是要甲咱的囡仔讲的是公民意识内底即个吼，我群的概念吼，就是讲强好家己才会好。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嘛是今仔日吼，我想要甲大家做即个分享的一个上重要的主题哦。啥物是强好？咱若是咱家己过好，即个社会无好，咱家己敢会好？
即马市面上有足侪册吼，无论讲是要互囡仔有较悬的 EQ， 也是讲互囡仔有较悬的 IQ， 也是讲要教你的囡仔英语读了偌好拄偌好，数学偌够写，也是讲就有即种咱讲咱讲数理的一寡天分的一寡培养等等的吼。当然培养家己最重要的，但是你若家己做啊足好的，你家己是一个 EQ 足悬的人。但是即个社会不好，咱家己做啊，搁较好，敢有好？这就是公民意识上重要所在。我感觉公民意识内底有一个吼，互我足感动的一个概念，就是共好吼。即个好的概念是逐个人斗阵好，毋是干那顾家己，是顾着咱甲咱斗阵生活。咱即个咱家己吼，咱家己即个五群的概念，吼咱。每一个人拢顾好，咱家己才会好。家己好，逐个人就好；逐个人好，家己嘛会好。我感觉这是公民意识上重要的一个概念。好，所以讲吼，我就较贪心一寡吼，我就想要吼，这愿望吼，咱会一摆满足吼，互咱的囡仔吼会当一摆满足吼。文化部吼，就感谢文化部吼，有互我一寡补助吼，即个迄个作品有去摕到文化部的补助吼。但是呢，其实咧申请补助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敢若是想要做即个画本尔。但是做到一半的时阵吼，我是感觉讲，囡仔吼，因其实是最爱看即个漫画的吼，还是讲咱讲即个动画哦。所以伫即个过程当中吼，我就想讲无我家己吼，过来去募款吼，来甲即个就是咱讲即个作品吼，甲伊upgrade 吼，甲伊即个变做是吼有即个动画版本逐个人拢知影吼，动画是足烧钱的吼，这钱爱用野的安尼。好，所以我募款的对象就是阮兜的即个母爸爸、大母爸爸。同齐拍拼吼来，互咱的即个囡仔吼会当吼，咱一摆就到位安尼，是毋是讲毋通讲干那做画本吼囡仔其实就爱即个看漫画的吼，囡仔嘛是若是有小册嘛袂歹吼，内底嘛有即个手语的版本，我小可嘛讲着为虾米我要用即个手语的版本吼，这三个故事分别就是要甲来讲，就是讲，唱家己的歌是对找家己的故事，吼，去找到主体性是啥物？主体性甲灵动，吼，这嘛是上重要的一个概念。找自由的台湾学习，要讲的就是找找自由的故事。自由是啥物？自由毋是为天顶落落来的，自由吼，伊毋是吼，伫咧咱生出来都应该有的物件，是咱台湾前辈。一点一滴吼，去替咱争取来的。吼故事内底形形甲学的，因咧找自由的过程，就是咱台湾的前辈咧找自由的过程。咱嘛会看到即卖香港，因为着要争取因家己的自由，因的即个少年的一代吼，遐尔辛苦。即个故事嘛是要献互咱香港的所有的朋友。好最好的处呢，是要吼，即个对找即个公益的故事。公益是啥物？若是讲，你所爱一切，你所珍惜的一切，有一天被互人破坏了这个时阵，你敢有勇气会当徛起来？你敢有勇气会当去保护、守护你所爱的一切？你的家园，还是讲你敢有这个坚强，你会当去做到这？好，这是这个故事要甲咱逐个人所讲的。好，每一个作品内底就亲像我拄仔所讲的哦，有画本，有动画，也阁有一个手语版的影片，完成的即个故事写册，还是故事写书，唱家己的歌是迄个作品内底第一个完成的作品，即个作品拄仔已经有甲咱的朋友小解过伊是发生伫个七鸟仔妈妈、七鸟仔 baby， 也阁有来带因兜的即个豆仔鸟 baby 之间的一个故事，咧引用的就是咱甲咱的母语的距离，也阁有国语政策，伊伫个台湾社会发生啥物代志，那伊是第一个完成的作品，所以伊的即个
创作的过程当中，伊是行为即个咱讲即个动画哦，动画是行为好诶吼，伊阁有参加着即个即个微电影吼，即个影展即个咱讲比赛吼，去入围到即个最佳影片吼，咱讲上等的即个影片吼，就欢喜诶吼。先有即个咱讲咱家版本了后，才阁阅读转来吼，咱家即个绘本甲伊完成吼，这是唱家己诶歌，伊诶创作过程吼，伊除了是第一本以外，也阁有即个甲第二本、第三本较无共款诶，即个创作诶即个零数。好，接煞咱要来个看一摆吼，即个找自由诶台湾乌熊哦，伊就是先有即个绘本诶版本，伊讲诶是咱诶即个故事内底即个阿熊熊，也阁有乌诶，因两个人安怎两个人两只熊熊仔囝因是安怎来斗阵手牵手去拍拼，为着要找出因心内底即个自由诶世界。因安怎为即个动物园走出来？虽然讲即个骹手拢无碰拍伫咧外口生活嘛是较辛苦爱家己去去找物件食但是为着自由即个自由诶滋味啥物款诶代价拢应该爱去家付出安尼。当然可能有即个台语较好诶专家就讲敢有人讲即个熊熊嘛即个故事内底即个应该是敢是甲伊叫做熊仔囝熊仔囝有我感觉不哩个追但是我嘛是感觉讲就即个机会咱讲即个contemporary 诶即个台语即个当代即个台语，咱有法度互伊一寡咱今仔日诶即个台语甲即个华语可能有即个接触着伊诶彼此诶即个影响若是讲到即个语言诶接触我可能毋是专家，我毋是语言学家，但是咱讲有影台语受到日语诶影响，台语嘛有受到华语诶影响，这是语言甲语言之间相拄诶时阵，常常发生诶现象，所以我就来做一寡不离心性诶一寡试验。这我嘛有甲即个咱诶迄个作品内底即个台语诶顾问，嘛有甲阮系里诶即个语言学家老师做讨论因会甲我建议讲这听起来嘛不离个水是毋是？无咱来试看觅。所以我即个小熊熊伫咧即个华语内底即种小熊熊诶即种讲法他理诶即种讲法，我就甲放伫咧即个熊熊诶即个翻译内底我就感觉讲这个方法可能不离是毋是咱来试看觅。所以讲有一寡我感觉是新诶一寡挑战我嘛想讲甲即种咱可能伫咧咱诶囡仔辈因伫咧还是讲少年辈伫咧即个受着华语足侪影响诶过程当中因有当时会甲即个新诶无共款诶讲法带入咱诶即个台语诶即个everyday 诶即种咱讲逐日诶即个台语诶即个讲法内底。所以我就做一寡试验，嘛伫咧遮甲咱诶朋友做分享。第三个故事，上好诶厝，上好诶厝诶即个故事嘛是因为我去看到真侪生态纪录片，无论讲是咱诶即个学者为着要去保护即个上好所做诶，也是讲有一寡足侪动物诶即个保护团体去拍一寡影片，发现着即个上好有影因诶即个即卖因诶即个徛起诶所在受着咱人类足侪破坏嘛定定有一寡意外发生因为即个车路诶即个发展所以就互因无所在通去更加阁有一寡我感觉有一寡为咱诶即个人类诶一寡想法去发动诶一寡我感觉无必要诶保护即种保护其实毋是保护伫咧上好诶厝诶即个故事内底上重要要强调就是上好诶保护是尊重，尊重伊原本是啥物款，尊重伊原本徛起诶时阵，伊所爱诶迄种方式，迄才是真正诶尊重。即种尊重，若是咱尊重动物，咱嘛爱尊重咱每一个台湾诶社会所有每一个公民，无论讲伊啥物阶级、啥物款诶族群、啥物款诶性别，等等诶职业尊重每一个人诶无共款，尊重每一个人伊所爱诶物件，这我是感觉最重要诶。即个故事就是要甲大家人讲，讲伊诶意义是啥物？
好，就感谢吼，因为伫即个过程当中吼，有足侪好朋友吼，因礼拜吼，咱的即个团队内底来斗相共帮忙吼，前卫出版社的青红吼，抑个有利吼，青红伊是做即个绘本的即个咱讲编辑的顾问。抑个有利吼，伊是即个囡仔册即个专家吼，嘛请伊吼来甲咱即个囡仔册吼，要安怎编排，图甲字要安怎调整，即个比例上会当互囡仔看了上舒适，吼，拢有经过吼，甲专家的讨论，上重要是即个绘本内底你会看到一刀疤，吼，互伊放大甲吼，甲一般的绘本拢无共吼，这是。有影是真正为囡仔的即个因的即个观点出发的因的即个吼，阅读的即个观点出发的吼，因为吼囡仔吼，因有影你若是图囥足大吼，因会足专心去看即个绘本会当互因安尼足投入的吼。有当时看到即个绘本画足细的吼，这可能是较大人的观点吼去出发的，嘛较适合较大汉的囡仔吼。但是即个绘本其实是适合互咱即个。较细汉特别是未晓看字的囡仔吼，来去读的，而且内底字吼嘛，甲伊放大甲不哩啊大吼。即个嘛有足侪读者吼，有甲反映讲，有影吼，这囡仔看了会当较投入吼。过来吼，即个漫画吼，动画部分就足感谢咱 Lee-Rise 的朋友吼，因就是即个代伙伴就是咱台湾的第一部的即个国产的即个漫画吼，国产的动画吼，即个咱讲制作的团队吼，就是 Lee-Rise 吼，因就是即个疗愈救援队的即个幕后的即个制作团队吼，就感谢因若讲是即个小鱼抑个有即个咱讲雪如云张佳吼，伊是两个吼替咱的即个三本吼绘本来做画即个画家吼，就感谢因呢。好，抑个有吼，咱的录音吼，留声机艺文工坊吼，录音的即个宋恩吼，其实是去伫 Hollywood 吼，有即个录音的经验，伫遐国外吼，去摕到即个录音工程，录音的即个工程的即个即个学位吼，转来台湾伫遐大学咧教录音吼，请伊吼，特别伊阁是伫咧咱的即个国家音乐厅，抑阁有即个定咧替咱国外来台湾表演，也是讲咱台湾本身的一寡吼咱作者吼，替伊咧做录音的即个专业的，咱讲即个国家级的即个录音即个录音师吼，就感谢伊吼，会当投入咱的团队内底吼，抑阁有吼，咱的即个内底配乐，你也感觉讲即个配乐吼，就用好听的吼，这是感谢吼，咱即个空气色工作室吼，空气色工作室吼，我要去讲这边了还吼，咧空气色工作室吼，对，空气色工作室吼，就感谢吼。两位吼，即个翁仔某吼，因所替咱来做这遮尔好听的即个音乐，抑个恁应该会当去注意着吼，连即个咱讲切鸟的妈妈，伊坐伫个树内底，要开始孵卵的时阵，迄个声音拢有做出来迄是毋是罐头声音迄是有影吼，伊用即个足厉害的一寡道具去做出来吼，这就感谢。有当时我讲一寡概念，吼即个音乐的部分吴老师吼，就会当吼去了着我的爱的即个重点吼，即个音乐的即个色彩调拄好，吼嘛请吼咱的朋友吼，咱斗阵来听看卖吼，即内底足水的音乐，抑个有足赞的一个音效吼，好。这算呢，好，咱就要来看到吼，咱的即个团队内底吼，抑个有咱的囡仔配音员，好，为虾米吼，我特别用即个囡仔配音员吼，这是有一个我感觉足单纯的思考吼，嘛是要挑战吼，咱一般吼，咱的漫画是动画内底吼，通常拢是用大人去做配音员。用大人去做配音员，成本会当较低，因为你甲伊做交流吼，要去调整的即个成本吼，时间的成本会较低。伫咧录音的即个过程当中吼，录音室内底吼，你会当迄时间会较少吼。有影就是讲，咱大人去配音的时阵，伊的即个情绪会当做了吼，足好诶。
但是就是讲囡仔吼，有当时你爱先互伊感觉吼，会就 relaxed 吼。会当放轻松，才开始去录音。了，你搁还甲伊讲，即个时阵，咱即摆情绪爱到倒位吼，即个角色即摆情绪是伫倒，有当时是爱较侪时间诶。好，但是我感觉囡仔诶故事就应该是互囡仔家己来讲。好，咱若是为即个囡仔读者因诶即个角度来出发。伊会感觉讲，即个故事，伊就是甲我共款大汉、共款年纪诶囡仔，嘛是甲阮共款拢是囡仔哦。囡仔斗阵咧讲即个故事互我听呢。我感觉吼，若是为囡仔诶角度来出发，会发现着其实吼，咱请即个囡仔配音员，虽然讲咱诶即个爱伫咧即个时间上，也是讲吼，伫咧即个资源上，咱拢爱投入搁较侪。吼，嘛爱调整足侪物件，咱才会当吼去去摕着吼咱上要爱诶即个版本吼。但是伫咧即个过程当中吼，好佳在吼，我有即个咱讲即个台语界诶即个囡仔网红吼，就是即个咱讲好宝，还是讲网星吼，咱好宝吼来做咱诶即个主要诶即个角色配音，好宝呢，伊伫咧咱诶即个3本故事内底，3个故事内底吼，伊主要是担任即个最主要诶台湾偶戏内底主角吼，就是阿欣欣吼，伊诶配音，也搁有吼伫咧即个绝好诶厝内底，伊是伫咧故事上尾出现一个。就亲像咱伫咧国王诶新衫诶即个故事内底吼，伊讲国王你奈无穿衫诶迄个囡仔吼，就有智慧诶一个囡仔吼，共款伫咧就好厝内底嘛有一个查某囡仔是就是代表一个智慧诶声音哦，就是请好宝来做一个查某囡仔诶一个配音。好，抑搁有我家己诶相声吼，就是阿丁甲阿信吼，为虾米会请伊两个来配音呢？若是讲吼，因两个人诶声音有符合着我伫咧即个故事内底所需要诶即个声音哦声调吼，因两个人分别是配即个吼，阿丁是配即个就好诶厝内底阿Jo。好，阿新配是即个就好诶厝内底阿咪吼，因两个人诶即个声音吼，就淡薄吼，即个囡仔诶即种特别有诶即种大部囡仔诶烧声吼，抑个大部囡仔诶即个超龄带诶声音吼，就亲像即个就好诶即个image伫咧遐形象伫咧遐吼，抑个有即个阿咪吼，两个人拢是就有活力吼，嘛是吼囡仔诶迄种爱八悬八低迄种新鲜诶迄种声音吼，所以就请因两个来配音吼。当然是即个考虑以外吼，抑搁有吼，因为吼，即个作品诶一开始是受到阿丁甲阿新因逐年吼，甲我斗阵讨论吼，阮伫咧即个要困之前吼，因逐工甲爸爸妈妈斗阵讨论了诶结果，即个作品吼，我感觉真荣幸会当邀请到因吼，作为一个影形诶一个创作者吼，伫咧即个我即个作者诶后壁，其实互我足侪帮助诶两个作者吼，希望邀请到因。嘛，斗阵入来咱诶团队来做配音。除了就好诶厝以外，其实吼，因两个人嘛有配即个咱讲即个唱家己诶歌内底七鸟诶大兄甲七鸟诶二兄。七鸟诶大兄就互阿新来配吼，因为伊伫咧即个咱诶现实诶生活内底吼，伊是差1分钟诶弟弟吼，所以互伊伫咧即个故事内底做哥哥安尼吼。阿丁呢，伊吼就来做即个七鸟诶二兄吼，互伊伫咧即个故事内底来做弟弟，因为伫咧现实诶生活内底是哥哥吼。嘛感谢吼，这3个吼主要角色诶囡仔配音员吼，互咱即个故事了讲了就圆满诶。好，当然吼，咱嘛有即个大人诶配音员吼，大人诶配音员吼，我感觉吼，咱即个新的即个囡仔群吼，即个吼，台湾囡仔群诶即个米拉老师吼，米拉老师吼，我头一摆听到伊诶声音，我感觉伊诶声音足水诶吼，伊就是我理想内底迄个温暖诶妈妈诶声音吼，我都特别拜托伊吼来做即个七鸟诶妈妈诶即个配音吼，有影呢，伊诶声音一出来，我讲哇，这就是我想要爱诶即个七鸟诶妈妈诶声音吼，抑搁有吼即个咱拄仔所讲着即个国家级诶即个录音师吼，伊其实伫好莱坞嘛有做过配音员吼，就请伊来做内底吼，有当时是即个翻
派的角色吼，比如讲伫个即个唱家己的歌内底的即个豆仔鸟吼，甲人起歹的迄个豆仔鸟吼，会配起佫不哩啊成吼，啊伫个即个找自由的台湾乌戏内底吼，伊的即个角色吼是即个乌的吼，就是足丢丢的吼，啊足毋知影要安怎的即个乌的吼，啊想讲要安怎，我敢真正爱走脱吼，啊咧想足久的即个乌的吼，较无主见的即个乌，嘛配了足好诶吼，抑个伫咧上尾啊，即个故事吼，伫咧最好诶厝内底吼，伊诶即个角色吼，是即个吼反派即个记者吼，啊即个记者嘛有足侪好记者吼，但是伫咧即个故事内底即个记者吼，毋是讲遐尼正面安尼吼，啊三个角色其实吼拢是无共款诶即个个性哦，但是吼咱双恩吼，每一个角色拢配了足好诶吼，有影是吼去互录音所耽误着诶即个配音员。好，抑阁有吼，我上重要要甲咱的即个朋友所了解的吼，咱的即个团队内底吼，有即个国家级的即个台语顾问，相信逐个人拢知影吼，咱的新贤老师吼，嘛是我的同事吼，即嘛伫个咱台师大台语系内底，全场吼，毋若是干那会晓写小说咯，台语小说写了足好的以外吼，阁是语言学家，啊伊的即个专长是做即个语法吼，句法学吼，一个专家，啊，而且呢，伊互我足大一个自由的空间吼，因为伊对即个语言的态度吼，其实是感觉讲语言是一个活的物件，吼，无共款的人，因为伊无共款的即个文化底对，所以伫个即个无共款的文化底对出发，都会互即个语言有无共款的一寡个性，无共款的色彩，所以讲我定定有一寡吼。就有创意吼，家己讲好听话，安尼是讲，有当时是一寡吼，较奇怪的一寡吼新的讲法，我拢问讲安尼敢会使吼，啊伊拢会讲，啊若是安怎调整吼，我感觉嘛是会使哦，吼，伊互阮足大的空间，啊内底嘛有一寡足水的台语的用词吼。这拢是新贤老师吼，因为伊的关系，伊去做改写，啊，甲伊吼，就是甲伊的一寡 idea 放伫个内底吼，所以内底若是大家有看到，足水的一寡台语用词吼，这都是吼，咱新贤老师的手笔吼，好，啊，再来吼，抑阁有伫每一个阶段吼。拢是吼，义务吼，提供咱即个做台语的编修建议的一寡台语专家吼，包括着吼，即马伫个台语台的即个台语县先生吼，抑个冠军吼，啊，抑个有吼，咱李江桥的即个台语基金会执行长吼，就是洪辉老师，吼，抑个有涛涛吼，拢足感谢因吼，因为吼。这三个故事的原型哦，一开始是发表伫个明报，吼，发表伫个明报，吼，啊，伫个明报第一版的即个版本呢，吼，其实吼，因为明报的即个主编吼，啊，抑个有就是讲，执行的编辑吼，拄好就是洪辉老师，抑个有即个涛涛吼，啊，因伫个即个过程当中吼，有做第一版的改写，吼，啊，拢足感谢因的吼。啊，伫个无共款的即个时间，无共款的阶段吼，上尾啊吼，伫个即个故事已经要出版啊，要收线的时阵吼，我的好朋友、好同事吼，咱台文系即个柯慧茹教授吼，啊，伊当时嘛是咱的即个就是讲好宝的妈妈吼，啊，伊嘛是吼，因为伊也看剧本吼，啊，伊嘛互我一寡修改建议，啊，伫个遮再一次感谢吼，咱即个系列作品吼，其实有足侪台语的专家吼，伫个无共款的阶段吼，投入吼，因的即个帮赞吼，啊，互我吼，会当吼，若是讲吼，伫个即个过程当中学着足侪台语的故事，一寡无共款的一寡使用的方法，抑个有吼上特别的是，无共款的专家，因要紧的所在会无共款，我嘛是学着足侪，吼嘛，伫个遮再就是感谢因。好，抑个有咱团队内底有最重要的，咱的手部的顾问吼，咱的即个李老师吼，李金辉老师吼，我是伫个即个主持临时的大节日上的节目内底吼，因为我有直接邀请着伊吼来做咱的特别来宾，啊，伫个甲伊吼，节目结束了后吼，甲伊讲足侪，迄个时阵吼，我才去意识到吼，咱的即个台湾的即个咱讲手语囡仔吼，因其实吼，
比起咱的即个大古囡仔、客古囡仔吼，其实因会当读的物件搁较少，尤其是吼无法度读字吼，袂识字的囡仔吼，对因来讲吼，毋捌字吼，佫无物件读，伊敢若会当挖苦的，就是手语吼。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吼，我讲好，无我佫来倒入吼。已经做到遮啦，万家拢做啊，吼，有影就是讲佫差一步，无咱就来继续做手语吼。伫即个过程当中吼，感谢吼李老师吼，伊吼小概吼，两位老师互我吼，第一位是咱的手语的翻译吼，咱的刘嘉晴老师吼，为虾米会请到翻译老师吼？因为吼。咱的即个手语演习的老师吼，伊本身吼就是听袂着的即个比手语大汉的老师吼。请到即个小鱼老师吼，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吼，因为我本体吼是要邀请李正辉老师吼来做咱的即个手语的演习，但是呢，李正辉老师伊讲了一个足好的一寡建议吼，伊讲吼。你爱找 native speaker 哦 ，native speaker 是啥物意思吼？就是李正辉老师伊做一个听人吼，伊讲伊嘛有一寡限制，即个限制是听袂着本来吼都听袂着的遮个朋友吼，伊其实吼会当比的手语会比较开，比较上会当国较吼，会当国较 native， 国较自然，国较天然。所以讲，我就邀请到小鱼老师吼。小鱼老师呢，伊嘛是定定吼，为咱为咱的即个国家的即个人权博物馆呐吼，也是讲足侪即个翻译着足侪即个国外绘本，也是华语绘本，互咱手语的囡仔看的吼，足有经验、足专业的。但是因为吼，伊听袂着，所以当我都爱邀请到咱的手语的翻译吼，嘉晴老师吼来做翻译吼，伫即个过程当中吼，我嘛有一段影片吼，要互大家人来看卖一下，吼，就是即个手语是安怎吼去甲即个咱讲过程当中吼，咱是安怎甲伊翕落来。伫个摄影过程当中吼，因为我本身吼完全袂晓手语，吼，咱的即个办卡的团队吼，抑佫有咱的即个嘉片。即个工作人员吼，嘛是完全吼无法度听看有手语。要安怎甲伊做伙呢？甲即个办甲做伙吼，在中啊是有经过一寡过程诶。咱即马就来看卖一下。因为我家己本身袂晓比手语，所以讲伫个即个李老师诶介绍，我毋才会当去熟悉着两位老师，一个是演戏诶老师小鱼老师，一个是手语诶翻译刘嘉晴老师，因两位呢伫个即个咱要摄影。要翕一个手语影片迄天，同齐来到咱的现场。伫个即个过程当中，阮爱宣传吼，就是即个大字的即摆伫个咱即个镜头内底有看到迄个电脑内底吼，迄字啊放大足大诶吼，一个版本吼，还是无图的一个版本吼，这是专门吼要互小鱼老师伫个即个手语的即个演习过程当中，会当所看清楚诶。伫个即个伊咧比手语诶过程当中呢，嘉晴老师伫个边仔，甲伊比诶即个部分读出来，所以阮才会当知影讲，这中间诶时间差是偌济，了后嘛会再根据吼因即个比诶即个速度，阮再来做调整，了后伫个后一部分，才会使甲即个伊诶动作。即个手语诶动作，抑佫有即个咱诶即个板界画面吼，豆豆一点一滴，甲因搭做伙，甲伊透过即个后座，才会使甲伊成功诶甲伊做出来。咱即马来看卖吼，这是迄天现场诶状况。开始一个人流浪。小石头流浪到山脚的时候，遇到一只叫做小咪的猫咪宝宝。你看起来很像猫啊。你是猫，我也是猫啊，没关系啦，不然你和我一起回家吧。那里有很多猫咪，是一个大家族哦。小石头很感谢小咪的邀请，也希望自己能有朋友陪伴，就和小咪一起回去他家。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石头每天和猫咪家族一起生活，变成好朋友。
好，咱即马所看到诶，就是迄天吼咧，翕一个手语影片诶录影诶一个过程哦。安尼，咱即马就来看卖，迄天录影好，咱甲即个手语演习诶即个部分，甲伊透过后者放伫咱诶网架内底，一点一滴，甲伊即个时间速度拢调好了后，伊诶成果是啥物？就安尼，阿石开始一个人流浪。阿石流浪到山骹诶时阵，拄着一只猫仔囝叫做阿咪。嘿，你是一只流浪的鸟比熊，我嘛是一只鸟比呢，咱做朋友好无？我是伫咧流浪无毋对，毋过我这毋是鸟咧，我是石虎呢。你看起来就是猫，你是鸟，我嘛是鸟啊。无要紧啦，无你甲我做阵来阮兜啊，遐有足侪鸟咪，是一个大狗族啊哦。阿石真感谢阿咪的邀请，嘛想讲安尼较有伴，就和阿咪做伙转去因兜。日子一天一天在过，阿石逐日甲鸟咪甲做因兜顶食青，诚做真好的朋友。咱拄仔所看到诶，即个部分，就是伫咱前一个影片内底，咱所看到顶一个影片内底，即个手语演习诶部分，咱会使看到小鱼老师吼，伊真正是足专业嘛，足有经验诶。伊诶即个手语演习吼，是为即个囡仔诶即个角度出发，所以非常诶活泼，嘛会当去引导囡仔吼，因足爱看诶即个，我感觉吼，即个兴趣吼。抑阁有嘛伫诶即个咱诶网架内底有看到阿丁甲阿星吼，因做即个就好，抑阁有阿咪诶配音，两个囡仔吼，伫诶即个网架内底吼，嘛是用足侪诶即个因足拍拼诶吼，想要甲即两个角色吼，即个活泼古锥诶所在，嘛会当做上好诶一个表演。以外呢，也会当吼甲手语老师一个我感觉上好诶即个结合。尾啊，我感觉即个成果是互我足欢喜诶，嘛是伫诶即个过程当中，我学着足侪物件诶吼，包括着我家己诶限制吼，我做一个听人吼，我作为一个听人，其实吼，我对手语诶世界，也是讲手语朋友因诶即个生活，其实是拢足无了解诶，但是嘛是透过即摆，互我学着足侪物件诶。过来吼，是要甲咱朋友分享的是绘本甲动画伊的即个文字的呈现哦。绘本哦，伊的正文吼，其实吼抑阁有即个咱的即个动画字幕吼，是以即个教育部所规定的即个正体大文为主。即个动画字幕的画面下骹吼，伊同时吼。当时嘛会有即个就是咱台文吼甲中文的即个字幕吼斗阵出现吼，方便吼互足侪吼有心吼想要互囡仔学台语，还是家己要学台语，但是毋知影要安怎去报吼，有足侪即个爸爸妈妈吼，其实有即个望吼，但是毋知影要安怎开始。爱当方便因开始学习吼，过来吼，就是汉字甲罗马字的即个使用的比例吼，原则上吼是用即个着大家吼，即个签名诶较实用诶一寡语词，咱就用汉字来标示。好，抑阁有甲即个教育部即个公告诶即个大陆诶拼音吼拼出来吼，若是讲一寡字是一般诶人较少去用着，还是讲可能这是较清楚诶字，咱就会特别用即个拼音吼。嘛会讲有一寡音吼，咱需要用大陆拼音，咱就会当甲标示出来。伫咧每一本即个绘本诶上尾吼，阁会附上即个台华诶即个对照，抑阁有即个原创诶故事诶全文吼。即用意是伫倒位吼，就是讲吼，要互咱诶即个共款吼，要互咱诶即个有心吼，想要甲囡仔斗阵读即个台文还是台语绘本诶爸爸妈妈，会当有一个对照。会当较清楚，知影讲即摆我是读倒位，这是方便，会当互即个母语诶学习吼，会当更较有效率，嘛会当互即个所有爸爸妈妈感觉较利便。吼，抑阁有即个原创诶即个故事诶全文吼，伫咧上尾这是吼
这三个故事吼改编做绘本正经的，伫个民国吼2008年迄个时阵吼，伊的第一版吼，伫个民国发表的时阵的专文啊。咱的即个有声册吼，就是由我家己本人吼朗读的即个原创的故事即个专文吼，嘛伫个即个咱的有声册内底，啊嘛会方便互咱的读者做一个对照吼，就是一个创作即个故事。伊的即个过去甲即马，伊所经过的即个过程是啥物？啊，内底有啥物无共款？有啥物部分吼是去互改编过？啊，啥物部分是因为啥物款的原因去做调整的吼？所以伫遮咱拢看会着。好，所以这就是为着要吼提供吼较完整的一寡吼阅读的资料，逐篇的绘本后壁我拢有放一个台话的即个对照吼，甲原创的故事的专文，互咱逐个人会当不管是来参照一下，吼，啊嘛会甲即个无接用的一寡语词吼，会汉字甲罗马字汉的共时甲伊定现，吼。好，即个音乐设计部分吼，是安尼吼，啊，有咱即个版架设计是安尼吼，我会尽量用较温暖的即个色调吼，抑佫有即个简单的即个构图吼，吼较幼乐的即个线条，互咱的囡仔吼，伊的即个为伊的囡仔的即个吼，听声音，也是看即个版架的角度来出发。音乐的设计的部分吼，伫个音效的部分，会当吼希望吼咱迄个时阵吼，就是拄啊有甲逐个人分享到的吼，就是林老师甲黄老师吼，因会甲即个像呐，还是讲松林内底吼，松林内底遮个自然的即个声音，因会甲伊用上自然的方法去甲因吼。再一次放伫个咱的即个配音配乐内底，啊，伫个配乐内底吼，嘛放足侪吼，我本人吼，因为本身是读音乐出身，吼，细汉的时阵是音乐班的吼，啊，才有一寡吼作曲家，因其实吼有足侪作品是写互囡仔的哦，吼，啊，我甲因的即个作品吼，就是柴可夫斯基啊等等的吼，就甲因的即个作品吼，即个。儿童的即个音乐作品的精神吼，嘛放伫个咱的即个配乐内底吼，甲咱黄老师做一寡讨论了后吼，啊，希望吼，甲即个囡仔精神放音乐精神放伫个内底，啊，带领咱的囡仔行入去即个故事的世界。啊，拄仔有讲到吼，即个有声书、有声册即个吼，引导吼，其实吼，嘛是有两个部分哦。伊的即个视觉的即个设计内底吼，是要含接着咱的即个动画影片的即个整体风格。好啊，所以你会看到即个风格是相像诶，互囡仔会感觉讲，袂感觉讲奇怪呢，换一个无共款诶风格。吼，啊，是咧听觉诶设计内底吼，即个所有每一字拢是我家己去朗读诶。吼，啊嘛，甲我家己创作音乐吼，做即个主题音乐吼，就是我徛起诶所在吼，还是我住诶所在吼，啊嘛，顺即个吼，即个咱。三个即个漫画吼，内底即个配乐啊，做即个主题，但是呢，再一次用无共款的乐器吼，去做即个编曲的配置。吼，内底有徛琴，嘛有即个木琴啊，吼，铁琴也有钢琴等等的吼，啊会当吼，有囡仔会当伫咧困静前吼，即个版本吼是听了不哩会好困的版本，啊嘛推荐互咱的爸爸妈妈吼，若是困静前放即个吼。有声册吼，即个版本吼，其实是袂歹吼，都袂伤嗨安尼，互小朋友感觉讲哦，有够嗨吼，无像困吼，啊，即马咧，咱就用一段时间来听看卖，好嘛？看卖即个原创故事有声册，即个引导是安怎来听现咱的即个咱讲原本的即个2018年伫个民报发表的即个原稿吼，啊嘛互咱逐个人听看卖吼，因为甲即个绘本甲版甲无共吼，是即个自头到尾吼。这一字一字吼，拢是由我本人所朗读的，用一个较平静、较温柔的声调甲风格，来互小朋友伫个困静吼，会当听了吼，感觉就放啊就轻松诶，就会当困去。啊，而且即个版本吼，伫个即个咱的绘本的上尾啊吼，嘛有即个每一个拢放伫个顶悬，啊嘛会当互咱的读者爸爸妈妈
会当一字一字吼对照来读吼，就会当看到这头前到后壁即个故事吼改编的即个无共款的即个过程。咱即摆就来看一段。I'm going out to have the dreams. I know they will grow up somewhere someday. 找自由的台湾乌熊，有一只细只的台湾乌熊，叫做阿熊熊。有一天，伊甲爸爸妈妈出去散步的时阵，无细里，家己行路行到甲爸爸妈妈分开啊！伊毋知影家己伫倒位，伊就行啊行啊，愈行愈会卡，愈行愈会卡。结果拄着一个来爬山的阿伯，这个阿伯足好心。伊想讲，即只细只的台湾乌熊阿熊熊，一定是找无转去的路。就安尼，伊甲阿熊熊送去动物园。动物园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动物，甲足侪无共款的所在，分做几若区，有亚洲区、非洲区。入去动物园了后，阿熊熊放送去台湾区，这是专门咧饲台湾才有的动物，亲像石虎、台湾乌熊，阁有乌面腊飞。阿熊熊互安排去台湾乌熊迄边，拄啊好，遮有一只台湾乌熊，本来就住内底。伊的名叫做乌的。好，这是要甲大家人做一寡简单的分享吼。这是咱的这个动物的设计师吼，王小姐吼，我的好朋友小吴吼，伊伫个这个咱的新册发表会内底PPT 的内容我有特别吼征求伊的同意吼，所以甲即个台语话本的即个漫画是讲即个动画即个创作过程放伫遮，好，这是原本吼，咱就一寡草图，原本就是生了即款的吼，阮有做一寡调整，讲安怎调整会使较好吼，这是草图甲有分镜吼，大家看到吼，伊每一个版本慢慢吼，伫个遮咱嘛会当看到分镜甲草图即个部分。这是少珍贵的吼，因为伫个吼，我是一个漫画甲咱讲动画即个对即个文化足清楚的一个人吼，毋是专业的吼，所以我伫个即个过程当中，甲因斗阵创作的过程当中吼，我才知影讲原来吼，即个是 know how 吼 ，step by step，嘛开始去学，学遮。即个新的即个咱讲无共款的专业的即个领域吼，我吼等于讲吼，再一次去学习着新的物件。我感觉吼，咱伫个大学教册吼，定定拢会甲咱的学生讲咱爱吼勇敢去追求咱的梦想，但是大学老师嘛应该吼爱来去吼，互你的学生知影你的梦想是啥物。你想到就去做，我感觉这是吼对学生吼嘛是一种吼足好的一种交流对话的一个起点吼，就是讲你爱甲学生讲，当你爱甲你的学生讲，你爱去追求你的梦想的时阵，你家己有去追求你的梦想无？还是讲逐工都安尼吼，每日都安尼过吼，我感觉这是互我家己的一寡期待吼，我期待我家己会当做会到，我嘛期待吼，因为安尼会当去鼓舞着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囡仔，嘛会当去追求家己的梦想，想到啥物就去做看觅，嘛伫个遮吼，嘛希望会当鼓励着足侪爸爸妈妈，吼，你嘛会当投入去做即个台语的绘本还是漫画的即个制作。还是讲创作吼，好过来呢，要甲大家人分享的吼，有关系吼，即个动画即个创作过程内底吼，一寡咱的草图的部分来当看到吼，这是伫个绘本内底吼，本来吼原本的故事吼是有一个 U 型的，一个即个
故事的发展吼。但是了吼，甲即个咱的即个绘本的即个课文讨论了后，感觉讲游行的即个部分，敢若会甲咱动物事上会做的代志，敢若有淡薄仔会出入。所以了后，我就讲好，无甲改做是一种另外一种动物较有可能会当做的一个版本。所以虽然讲草图已经画好啊，了后嘛改做一个，就去为即个人工的上好的出来版本。所以了后呢，咱的即个所有朋友伫咱的绘本内底所看到，就是即个版本新版的故事。所以原版的即个故事呢，伊其实吼伫咧即个咱讲原创故事的即个有声册内底，你永远是读得到即个故事的发展。但是伫咧新版的绘本内底，吼伫咧绘本内底，也是讲伫咧即个咱讲漫画内底，咱就敢若会看到即个版本啦。吼，啊了做完这了，咱就会进入到即个后者甲即个排版哦。吼，啊这咱看到就是即个色彩已经出来啊。角色啊、背景啊、内底物件，拢会已经拢出来，嘛足具体啊。就是咱了后伫咧即个绘本内底，还佫有一个动画内底所看到的即个部分啊，还佫有进入到即个绘本的排版，还佫有即个版架的后者部分。啊，即个版架的后者就爱有牵涉到音乐的部分，就是咱讲听觉的设计部分，这就是拄啊甲逐个人所了解的就是即个。音效，也佫有即个配音、配乐，就是讲录音、配音等等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爱过入来我真感谢每一位伫即个奇幻的旅途中，甲我赞声帮助我的人，也是甲我加油的人。这人有足多除了就是拄啊，伫咧咱一开始所看到的即个迄个作品、小间影片内底上尾啊。甲我赞声会推荐人，包括着有济即个文化人，感谢因，嘛感谢因为即个迄个作品出版了后，甲我相拄上帝的好共伴，即个好共伴有媒体工作者，嘛有意见领袖，也佫有母母家庭济爸爸妈妈，嘛有台语的复兴运动的同志。再一次感谢恁，嘛感谢即个影片就开始到即马也佫伫咧遮甲我斗阵分享即个创作过程的每一个咱伫咧镜头头前的好朋友。因为拄仔我讲到，即每一位朋友的帮忙，也佫伫咧镜头头前的每一位朋友恁的帮忙，3月底咱即个系列作品推出了后，成绩算讲是袂歹哦伫咧3月底才推出，想袂到古今台湾的即个3个热门排行榜，伊就摕到 Top 3哦。也佫有伫咧4月份的时阵，前位出版社伫咧博客来网站顶头的即个排行榜，咱就已经摕到第1名哦。这其实有一寡较幼路的即个部分要甲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其他的册拢是一本一本算一本就算是一解但是咱这套书是一套一套算的一套算一解一套书本来伊的定价就会悬出多所以讲有影这个成绩是算了真好的所以真感谢大家的帮忙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马即个所有的出版社即个咱讲出版的状况也是讲即个书的即个卖状况拢普遍讲来无讲真好嘛请大家多多支持咱这位出版社的所有的出版品，嘛支持咱即个李光曲的即个基金会。所有即个台语绘本的出版品嘛多多支持咱即个3本绘本并且大家支持咱的即个台语的出版事业大家拢知影做出版，特别是台语出版，也佫更较贪心咧做漫画也是讲即个动画出版本体上一开始就无想讲到里面物件会当安怎用即个卖册来甲伊摕转来，这是无可能的这嘛毋是我的本意但是我望即个迄个作品会当因为受到大家欢迎，会当鼓励到
过来要做即个台语的即个绘本，也是讲小说、文学、电影，也是讲专辑等等的音乐啊，才会新的少年世代的即个创作者，也是讲即个富裕家庭的爸爸妈妈，也是讲出版社。若是讲道理遮尔侪精神即个作品伊会当有好的一个成果，我相信搁较侪即个出版社也搁有创作者，我们搁较有勇气会当打出出版的一步所以嘛就感谢大家人甲为即个咱即个迄个作品开始出版到即嘛遮尔侪支持。即马咱就用一点点仔时间咱来斗阵回顾即个过程当中互我帮赞的遮个好朋友，嘛请咱的镜头前的遮个朋友感谢你会当互我遮尔侪鼓励甲支持。这是有讲到的伫个咱的即个迄个作品内底无论讲伫个影片，也是讲伫个即个咱的方面甲咱推荐的所有咱台湾的即个无共款世代的文化人，无论讲是做文学的，也是电影的，还是做戏剧，还是做即个电视剧也是讲长期独立来做即个台语运动的，也是讲少年的即个政治人物。嘛感谢足侪媒体朋友互我有即个机会会当去无共款的媒体做宣传譬如讲报道者，也是讲 TNT 的即个团练，也搁有金贤姐我互我有机会伫个无共款的节目甲观众朋友分享为无共款的角度来讨论我的创作理念。我嘛有伫个 Pop Radio 有一摆用华语来宣传介绍即个迄个作品，即个用意是要互即个即摆我真有心要做一个台语家庭，要去做台语家庭的少年爸爸妈妈但是即摆也搁无法度用台语讲话也是讲无法度用台语甲囡仔来对话，遮个爸爸妈妈有机会会当其实要做即个台语家庭遮尔困难用华语讲会知。嘛感谢报纸就是最报纸有互我有较好的即个机会当宣传譬如讲自由时报也是讲即个电视台譬如讲公视台语台，无论讲是用新闻报道，也是讲专题报道的方式来了解咱即马台语的即个绘本，也是讲台语教育的即个现状即马现状况是啥物互我机会来分享即个迄个作品，平时互我有即个是一个时间会当去介绍了解咱的即个迄个作品，包括着第一集请着3个囡仔配音员来去了解为虾米咱迄个作品内底会去用即个囡仔来做配音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即个迄个作品有手语的即个影片，所以有一集专门在讨论手语即个囡仔的目前因为即个绘本也搁有真手语的世界当然嘛要讲即个手语咱即个迄个作品内底的重要性。搁有一集是咧讲咱的即个漫画动画请到咱的动画设计师王秀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当然即个迄个作品最重要的就是伊实体的绘本，所以咱请到这位出版社的主编陈清红这次来到节目当中，甲咱大家做分享新媒体内底每一位 YouTuber 譬如讲小时玻璃仔即个平常时咧讲政治经济分析的即个节目嘛有互我有机会当咱的相亲的观众朋友做分享也是讲在做文学的即个 channel 请来联系的文学家即个 channel 嘛有机会互我有机会去做分享也是讲我第二个好朋友咱台湾的钢琴诗人王俊杰，伊嘛伫伊个 podcast 邀请我来去做分享伫个即个名单册顶边有足侪譬如讲咱的国会议员 Freddie 也搁有咱的即个国会上水的即个咱的新议员赖品如，也是讲上认真的国会议员妈妈咱的即个王
委员吼，嘛有做一个分享哦，也有搁较侪无共款的一个，若是夫家庭的一个，咱的一个朋友吼，搁较侪咱台湾国民社会人熟识吼，粉丝妈妈吼，也搁有一个开启的一个母文化教育协会，也搁有吼，我的就好朋友，包括着我家己的同事吼，迄里的同事啊，当时嘛是即个台语研究的专家吼，卢碧清老师吼，伊伫咧因台南吼的即个图书馆吼，长期有咧讲故事互囡仔听，伊嘛有吼，特别吼，伫即个月份吼，甲因兜的两个国水的即个学生吼，特定去讲故事互台南的囡仔听。我家己吼嘛有去即个幼稚园去分享讲故事，互小朋友听吼，平常时都有咧做即个台语的即个讲故事的即个妈妈吼，所以讲起来吼，嘛是感觉吼，就轻松自由的吼，嘛就欢喜就亲切的，当去就一个幼稚园，嘛有去亲像像即种乐团吼，即个亲子空间咯，新的即种台语的亲子空间去做分享，伫咧即个上尾吼，会照即张相片吼，会感谢吼，无论讲是为台湾，也是为咱讲澳洲吼、北美吼，有足侪吼夫妇家庭吼，为即个德国、法国、意大利吼，也是讲为美国、加拿大吼，斗阵来买册，遮个夫妇家庭爸爸妈妈吼，嘛是因为即摆吼，我才出版的即个机会甲经验吼，我才知影讲原来伫咧咱即个世界足侪不同款的所在，有足侪人吼，特别是出国吼，伫咧国外咧生活的咱的台湾的爸爸妈妈吼，其实是足认真投入吼，即个台语的教育，我感觉咱的囡仔吼，嘛是足幸福的。检测咱会使同齐起步，身为母亲，互我想要成做一个搁较好的、更好的人，嘛互我想要为着囡仔去做一个更加美好的台湾。甲每一位母亲共款，我的愿望真简单，干那希望囡仔平安、健康、快乐就好。不离讲，真正的快乐是啥物？我认为是知晓知影爱家己，甲爱即个世上侪真差。爱明白家己，才知影安怎爱家己。敢若经历找找自由的过程，才知影自由的可贵。敢若奋力守护家己所爱，才通好成做一个坚强的人。敢若理解互相的无同，才有法度甲差异打破。这是我今仔日的分享，嘛愿望咱的台湾社会会当咱若家己好，大家会共好，咱台湾的社会嘛会当愈来愈好。请大家多多指教，嘛愿望讲，因为这毋是实体一个分享，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会当写一个 email， 也是讲会当伫咧明仔册甲我做交流。再一次感谢大家今仔日会看这段影片，嘛感谢大家会斗阵来关心咱台湾的这个，无论讲是母语的复兴运动、台语复兴运动，也是讲公民意识的发展甲培养，希望咱的囡仔是上欢喜、上幸福的囡仔。感谢，再会。